早晨，弟兄姊妹，父節快樂！咁啊，好開心啦！咁我哋就之前有邊啲弟兄姊妹係參加我哋嘅父節嗰個營㗎？係啦，咁我諗大家都唔會唔熟悉㗎啦，大家都唔陌生㗎啦。我哋呢個環境咧，因為我哋過往嗰2日咧都會喺度有個營嘅咁樣嚇。請聽我讀宣召，這是耶和華所定的日子，我們要在其中高興歡喜，因為主已經復活，他勝過了死亡。願一切尋求他的人因他得着喜樂，願一切倚靠他的人因他得着力量。來吧，讓我們同心向復活的主獻上敬拜。基督萬有之主宰，尊貴之君，榮耀救主，今天已從死裏復活，向我們顯明他的權能。他是道路，使迷失的人得着指引。他是真光，照破世界的黑暗。他是生命的主宰，以他的愛叫我們得着新生命。來吧，讓我們以喜樂與讚美敬拜這位復活的主、永活的主。會眾一齊，基督已經復活，他確實復活了。哈利路亞！我哋再一次，基督已經復活，他確實復活了。哈利路亞！尊貴之君。
間真光，生命主宰，他是我。基督萬有之主宰。基督萬有之主宰，尊貴之君，榮耀救主。神是道路，是世間真光，生命主宰。而我哋一齊有祈禱嘅時間。主耶穌基督，你係君王，但係願意降卑作僕人，你為我哋洗腳服侍我哋。你本身就係神，但係唔會找住自己嘅名分，反而謙卑順服，甚至寫喺十字架上邊。我哋所敬拜呢位君王，頭戴上荊棘冠冕，用傷痕醫治呢個世界，用犧牲換取生命。感謝你，因為你謙卑，我哋得着尊貴；因為你嘅捨己，我哋得着自由；因為你嘅信服，我哋得着救恩。求你復活嘅能力更新我哋，教我哋學去點樣去持你。似你咁樣謙卑去服侍人，用愛心去幫助人，服侍信服咁樣行上帝嘅路，讓我哋睇見你榮耀，但係又溫柔，掌權卻係降卑，並讓呢位喺路途嘅君王喺我哋心目中永遠作王。祈禱奉主耶穌嘅名求。